关注、收看直播的法友们，大家好，扎西德勒阿弥陀佛。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萨迦五祖当中第二组罗贝什么切孙浪字母那今天主要介绍的就是罗贝什么切孙浪字母的传记和他书生的事业相关的这些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罗贝什么切孙浪字母是萨迦五祖之一，各位应该知道，这个不仅仅是萨迦五祖从光明中心的传承，直至到现在我们的根本上师萨迦老法王，他们统统都是具备了三个殊胜的名称。第一个是光明中心的传承，第二个是无过坤氏的传承，第三个是吉祥萨迦帕的传承。所以呢坤氏家族是整个佛教界，尤其西藏佛教界，那不仅仅是西藏的宗教、西藏的历史、西藏的文化、西藏的政治等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很有贡献的。那么罗贝什么切孙浪字母是这个萨迦初祖萨谢贡嘎宁波的儿子。各位应该知道萨迦初祖萨谢贡嘎宁波的儿子当中，是我们通常讲两个兄弟。那第二组罗贝什么切孙浪字母，第三组吉兹什么切扎巴讲词，这两个是兄弟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历史看的话，我们通常称为叫做十圣的兄弟这两位是十圣的兄弟。所以呢这两位是第初祖萨谢贡嘎宁波的儿子。然后我们首先需要知道这个第二组罗贝什么切孙浪字母他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圆寂的这个时间呢？那我们这个他出生的时间是1142年出生的，如果我们世纪来算的话，就是11世纪中出生的。然后他圆寂的时间是1182年圆寂的，就是11世纪末这个圆寂的。所以呢他是41岁就圆寂了。所以他的历史来讲的话，就是出生到现在的话，就是大概是快要1000年的这个历史，大概这样子。那么这个罗贝什么切孙浪字母是在我们刚刚讲的就是1142年在西藏后藏萨迦寺出生的。那他出生的时候有一些很神奇的故事呢，因为他在西藏萨迦寺出生的时候，在这个本是释迦牟尼佛的成道的地方，就是印度菩提迦耶嘛。印度菩提迦耶的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很庄严的，现在还在很庄严的这个正觉塔、大觉塔。那时候大觉塔的大门的手上有这个空隙母写下来的一个预言，说孙浪字母大学者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尤其金刚城的持有者在萨迦寺诞生了。也有写这个菩提迦耶大门手上也有写这个空隙母的这个预言。那不仅仅是空隙母的预言因为他刚刚出生的时候，他的身体的这个动作，例如说两个脚的，就是他通常立刻做这个金刚座或者是菩萨座的这个行为，不仅仅是身体的动作，然后他出生的时候立刻要用这个梵文的有一些表达他说我超越同志之心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超越了反复的行为，这个意思呢我超越了反复的行为所以呢我们这个孙浪字母大学者，他的历史他的故事看的时候是他是这个前世连续这个
11个印度班智达的这个那个转世，所以呢，他就是他这一生是不一定是透过学习的，所以因为他前世的关系，就是他立刻就自然会的印度梵文等等很多就自然就有这种这个敬意所以他从这个刚开始出生的时候也要用这个梵文的一些表达，然后他是因为他出生了之后就开始就他的父亲第初祖萨切贡格宁布那边说了很多的法门嘛，所以呢他是3岁的时候就见到了眼前见到了文殊师利菩萨，然后吉祥喜金刚绿度母，然后不动明王等等很多本子就实现了，因为他就出生了之后就开始受很多法门了。那他是出生到直至到15岁，大概是15年，这个期间是主要是他的父亲也可以称为叫做他主要的根本上师就是第初祖萨切贡格宁布，所以他受了很多的法门。那主要是这个显密这个当中是金刚乘的这个法门，例如说这个道果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法门，然后不仅仅是道果，也有这个口诀的，然后灌地的、教学的口传的等等学了很多，所以呢让这道果为主就显密无数的法门都是这个他父亲那边说的，所以大概是15年这个期间是主要是他父亲那边学的。然后他15岁的时候他的父亲萨切贡格宁布圆寂了，所以呢他必须要担任这个萨迦寺的住持，所以呢他是15岁、16岁、17岁，大概是3年，这个期间是他萨迦总寺的这个这个住持的这个担任了然后这个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就是15岁这个期间是，那不仅仅是我们这个密乘的这些法门，我们基本的这个西藏的文宣西藏的这个医学或者是生理学等等，他就小时候本来有一些就前世的有一些敬意，那先是也有学很多这些法门然后他17岁的时候，他想要去西藏中部三普寺要学习所以呢，他的这个萨迦寺的住持的这个这个事情交给他的弟弟第3祖吉斯仁波切扎巴江才，所以呢，他17岁的时候离开西藏前往那个西藏中部三普寺。那大家应该知道，三普寺是这个噶当巴的总寺主要的寺院。那这个是不仅仅是噶当巴的，因为三普来讲的话，整个西藏这个4大教法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个大家应该知道，那时候的三普寺的非常出名的大学者就是恰巴曲吉僧格，所以呢第2组为什么去算到这么17岁直至到26岁，大概是90年的，对9年10年，这个连续9年10年这个左右是乔巴曲僧给坐下学了很多人家学了显宗这个显密的法门，尤其显宗的东西是特别多，比方说学了显光庄严论，然后如中论、居士论尤其这个一米的部分呢学了很多所以呢大家应该知道这个
恰巴曲吉僧伽是我们这个整个西藏佛教界来说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呢，因为我们这个一米，大家应该知道，一米是一种逻辑嘛，佛教的逻辑，所以一米学是算是我们从这个印度这个一米学这个传到西藏的嘛。但是呢，我们一米的这个辩论的时候，身体的这个动作是在西藏那边开始创造的，就是恰巴曲吉僧伽创造的。所以我们编辑的时候，身体的这个动作都是谁创造的呢？就是恰巴曲吉僧伽创造的。所以呢，整个四大教法的这个一米的这个影响力还有这个编辑的这个影响力都是最原始的，就是那个西藏中部三瀑寺影响的。所以呢，整个四大教法都特别重视这个三瀑寺，尤其恰巴曲吉僧伽。所以呢，恰巴曲吉僧伽是整个藏传佛教来讲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呢。然后因为恰巴曲吉僧伽的关系，所以呢，第二组罗贝什么去孙浪节目也是那边学了显宗这个法门，这个当中是一米学的是特别多。所以呢，这个萨迦帕拉说的话就是一米这个部分是最流行的最兴盛的年代，就是萨迦班智达这个年代嘛。因为萨迦班智达写了这个量理宝藏论嘛，采马之地等等学了很多其他的这个一米的这些这些，那他自己著作了量理宝藏论嘛等等，所以那时候是特别兴盛的。因为他的这个那么兴盛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罗比孙浪节目一定有关系的，因为在萨迦寺刚开始这个一米是特别创造者，就是罗贝什么去孙浪节目。所以罗贝什么去孙浪节目是在三瀑寺连续8-9年，那后面也有一段时间有带过的。所以我们历史看的话，总共是11年在三瀑寺恰巴曲吉僧伽坐下学了很多的东西。那不仅仅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五部大论等等之类的，不仅仅是这些其他的一些各位应该晓得，这个我们通常西藏的这些学科把分10种嘛，大五米和小5米嘛，所以这些都是桑盆那边学了很多。所以呢，罗贝什么去孙浪节目是不仅仅是这个大成就者，也是大修行者，因为他是学了这个10课的内容，所以呢，他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大学者所以呢，这个印度菩提迦叶空性母这个预言的也有讲说孙浪节目大学者，也有讲大学者。所以呢，他是就刚开始就出生了直至到15岁这个期间是他父亲那边学的，然后17岁到26岁就是主要是那个恰巴曲吉僧伽那边学的。所以呢，他是41岁圆寂了嘛，所以他的人生一半多就是学习，一直都文思这个花了很多的时间所以呢，人生一半，简单来讲的话，他的人生一半学习的，人生一半就是修行的。所以人生一半学习的，所以我们通常叫做大学者。然后人生一半这个修行的，所以呢，他叫做这个大成就者。所以呢他是这个连续这个17岁到26岁的然后26岁的时候，
在这个西藏后藏有一个圣地叫做那拉赞，那拉赞那边第一次他著作了一部论点，这个叫做佛法真门。佛法真门，他写了一部论点，叫做佛法真门，也可以称为叫做佛法入门。那佛法入门真的是它的这个内容来讲的话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主要的内容就是整个佛教的逻辑和教授的大纲主要讲的就是佛教的逻辑跟教授的大纲所以呢，那里面的这个佛法真门的这个内容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主要是这两个当中是这个佛陀的故事呢，然后佛法的这个流程呢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历史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很重要的，尤其在整个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历史研究者特别重视这个罗贝什么去孙老怎么写的佛法的这个真门或者是入门，这个法门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呢，他是26岁写了这个佛法那个入门的这个论点，然后他是这个27岁，尤其28岁的时候，那主要是在西藏后藏萨迦寺就传授了这个道果朗吉道果，因为那朗吉道果是整个这个萨迦派的所有的法门当中，就是最殊胜的、最珍贵的，就是道果的这个教法嘛。所以就是他是28岁的时候在西藏后藏萨迦寺传了朗吉道果，开始传了。那传的时候也有很多弟子，那这个当中是因为也有那时候的一些很妙的一些故事呢。因为传朗吉道果的这个传的这个过程，尤其朗吉道果的这个传道果的这个见解，这个传的时候是他的弟弟吉兹仁波切扎巴江村就是见到他就是文殊菩萨的这个现世。然后其他有些弟子见到了他这个罗贝什么去算了这么是道果的创办者，就是摩阿巴的行宪那其他很多弟子都见到了罗贝什么去算了这么是观音菩萨的这个行宪等等，所以到时候那时候的这个传法这个过程是所有弟子都有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本罪的这个形象都眼前都见到了，所以呢那不仅仅是见到了，那时候这个那时候的语众都我们这个禅定这个方面是开启了很深深的这个见解等等，所以就因为那时候就连续传了就很多年，所以就是那时候有各个方面都有一些这个很神奇的故事呢，很神奇的那个觉受呢等等都有的所以呢他是28岁开始传了，大概是好几年传了这些，主要是朗吉道果的。那后面的话，他主要是自己修习为主的，自己修习为主的。所以呢，他是大概是30几岁直至到41岁到圆寂了嘛。所以后面大概是大概十年。这些左右都是他修行的，所以呢，他是怎么讲？我们刚刚前面也讲过嘛，所以就他这一生就是脱离轮回，解脱了尤其我们通常讲这个要成佛了。
所以这一生成佛的，我们西藏历史上也有讲，这个有几个比喻来讲的话，就是弥勒日巴大师，然后罗贝什么去算到这么大学者所以我们通常比喻来讲的话，一生当中这个成佛的两位就是弥勒日巴大师跟罗贝什么去算到这么大学者这两位呢所以呢大家应该知道了，所以呢他后面都是主要是修习为主的。那他一生当中不仅仅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他写了很多的论点，那不仅仅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还有他也有写这个密续的释义。那密续的释义是整个这个密乘来讲的话很重要的一个论点，因为这个内容有很多这个重要的，这个当中所有一个部分就是罗贝什么就虽然怎么说这个密续我们通常分四序嘛，对不对？四序的这个区别来讲的话也有讲，例如说我们这个释序、行序、瑜伽序、无上瑜伽序嘛，那这个当中是我们这个释序跟行序这两个区别是什么呢？那他的著作里也有写说，我们释序的话就是没有自身的本尊，没有自身的本尊，但是呢，行序有自身的本尊，大家应该知道我们自身的本尊跟对身的本尊嘛，所以呢，这个释序的话，只有对身的本尊，没有自身的本尊，然后这个行序开始有自身跟对身的本尊，两个都有的，但是没有宝瓶的本尊。然后第三个瑜伽序开始，那不仅仅是自身和对身的本尊，也有宝瓶的本尊，就是瑜伽序开始，那直至到无上瑜伽序嘛，所以我们他写的这个密续释义那部论点里也有讲这些这个密乘的四训的区别是什么等等，所以呢不仅仅是这些呢很重要的这些内容，所以尤其我们学金刚乘来说无论是你学释部、行部、瑜伽部，我们任何这个密续学的时候是我们必须要学这个罗贝什么就孙老子么这个他写的这个密续的释义，这个是对我们一般人来说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学了之后，我们知道这个四序的差别在哪里，释序的这个它的仪式的差别是什么，然后它的本尊的差别是什么，还有引起本尊的这个差别是什么，然后这个回送本尊的差别是什么，这些都是讲得很清楚，所以各位应该要看一下这个参考一下他写的一部论的叫做这个密续释义密续释义这个论点。然后那不仅仅是这些，还有他写的另外一个论点叫做那个入菩萨行论的这部论点，他有一个入菩萨行论的这个解释文他有写的这个一部论点，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我们现在我们入菩萨行论学的时候是如果我们透过罗贝什么去孙乱怎么的这个解释的论点的话，那很容易懂这个入菩萨行论的这个内容，所以呢他写了很多写明的这个论点当中，就是我要跟大家这个怎么讲这个介绍或者是参考的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佛法正门这个论点然后这个密续释义这个论点，然后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入菩萨行论的这个解释文的这个论点，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梵我阅导，对，那个论点叫做梵我阅导。那这个也是我们整个藏传的这个历史，尤其这个
声律学来说，这些是很重要的，因为诺贝尔文学孙诺泽姆他写了一个梵文的乐导，因为透过他的梵文的乐导的话，那我们这些怎么讲？我们写密经历了很多这个怎么讲声力学的东西很多嘛，所以这个是怎么区别、怎么过程、怎么标准等等啊，所以就是诺贝尔文学孙诺泽姆他写的梵文的乐导，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尤其学声律学来说，这个论点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所以呢，各位应该知道这个，那不仅仅是这4部论点，其他也有很多这个怎么讲？这个密乘的这些，有些是仪轨的，有些是这个密乘的这些故事呢，等等，有些这个写密的这个大纲。大纲等等写了很多所以呢，这些都是这个不仅仅是藏文版的，也有些是就已经翻成其他的语言，也有一些是中文版的，所以各位还是要参考一下这个诺贝尔文学孙诺泽姆他的那个这个著作的这些论点，这些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总而言之他的故事就是我们通常他的称谓就是一方面是大学者，然后另外一个叫做大成就者，所以这一生人生一半就是大学者，因为他学了很多，所以但不仅仅是我们这个内法的这个东西，各个学科都学了，所以呢，他的影响是整个四大教法，尤其萨迦巴的话很有影响的。这个就是他的学习的这个能力，然后他的后面就是主要是个人修习为主的，所以就是最后大成就者。所以呢，最后圆寂的时候，圆寂的时间是各位应该知道，我们刚刚前面也讲过嘛，说这个他圆寂的时间是1182年，圆寂的萨迦省那边圆寂的。那圆寂的故事是很特别的，因为这样子讲的话，各位应该不太相信，也不太可能的这个事情呢，但是呢，确实是有可能的。所以呢，因为他圆寂的时候是萨迦那边圆寂吧，对，圆寂的这个过程是，因为我们一般是圆寂的时候是我们肉体一定会留下来的嘛，留下来的，但是诺贝尔文学孙诺泽姆这个肉体前往西方极乐世界的，所以他的肉体也没有留下来的呢。所以这个是大家相信嘛，所以他的故事是很特别的。所以呢，他就是圆寂的时候直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往生净土的所以呢，我们通常称为就是他一生成佛的，一生这个大成就的所以呢，这个例如说萨迦五祖当中除了诺贝尔文学孙诺泽姆之外的其他4组都有他的大体，所以呢，现在我们也这个萨迦省那边去的时候有他大体的一个塔都有的，但是呢，诺贝尔文学孙诺泽姆他的大体不在，因为他是肉体是没有留下来的，他这个肉体的这个方式前往西方极乐净土的，所以它是很特别的。所以我们这个整个藏传佛教这个大修行这个比喻来讲的话，就是诺贝尔文学孙诺泽姆是真的是数一数二的这个这个故事，所以大家应该知道了。那他圆寂的时间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182年，182年圆寂的。那如果我们藏历来算的话，就是这个藏历的话，11月11号圆寂的，11月11号圆寂的。所以呢，这个11月就是我们这个萨迦巴来讲的话，
就是尤其萨迦巴的这个法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很殊胜的一个月呢，因为11月是11月11号是罗贝什么就算了怎么圆寂的，11月14号萨迦班智达圆寂的，然后11月22号，萨迦第五组就是中国曲家宝宝就是法王88圆寂的，然后1月18号然后另外一个萨迦昆氏组叫做给你达玛达达玛巴拉拉奇达就是巨士拉奇达也是萨迦法王，他是圆寂的。然后我们这几年来说的话，就是1月22号这个我们肯谢阿贝什么去圆寂的，然后1月6号不是11月6号是这个最近才圆寂的我们的根本上师路登肯切仁波切也是11月6号圆寂的，所以呢11月这个就是萨迦巴来说的话，就尤其这个佛法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很殊胜的这个一个月，所以各位应该知道了。所以呢，罗贝什么去算到怎么是这个1182年11月1号圆寂的，所以呢我们通常就各位应该知道，就我们一般是就天天都一直都忙碌嘛，所以我们没办法休息，没办法学习，这样子的话，我们短短的时间我们过去高僧大德嘛，大成就者、大修行者，他出生的这个期间，他圆寂的这个期间，我们要珍惜，好好休息，好好学习的话，那这个是对我们一般这个三宝的加持，然后高僧大德们的这个加持是很有连结的，所以各位应该知道一下。所以呢，我们今天主要介绍的就是这个第二组罗贝什么去算了怎么他的大概的故事是大概这样子，然后他的一生当中就闻思修这个过程，然后他后面圆寂的这个过程，然后他留下来的这些论点大概介绍的话大概这样子那谢谢大家。那顺便讲一下这个我们荣颂佛教频道崇拜的堪布慈智这些不断的这些推广佛法所以呢各位大家要多多支持一下，这些是对我们现在这个网络时代这个当中是这个佛教频道是很重要的，所以请大家都支持一下谢谢大家，阿弥陀佛。南无